全面发现金6000块，有真侪乡亲会使透过 ATM， 也就是自动提款机，也是邮局去领。毋过伫屏东、花莲、甲台东有一寡乡镇根本就无自动提款机，嘛无邮局要安怎？所以讲，和内政部认定是偏乡。这在地人只能透过派出所做事，今日就是领6000块的头一天，未少乡亲透早就到警察局要去领钱，领到人拢讲提现金较实在。 1、2、3、4、5、6。6张1000块，一张就袂当减，大家算钱是算到够欢喜。警察局内底嘛来真侪人，警察代志嘛无用到底资料。现场还有没有人要领的？派出所路口嘛有人特别领钱，因为政府破发的6000块总算拨落来啊，大家拢真欢喜。有人想要出去耍，有人想要买家具，拢讲摕到现金就是较实在。跟兄弟姐妹出去玩吧。 没有想要吃的，这么多车还有冰箱，缴燃料税。屏东西仔乡因为无邮局，嘛无 ATM 提款机，今日当透过乡内3间派出所做册，拢总发815分，另外还有遮。花莲县万乡的派出所用华语、泰鲁各族语广播放送，提醒大家政府发钱啊！派出所内底有够热闹的，民众无用伫咧算钱，全乡拢总发1335分，大家摕到现金，拢心花开。买咩东西啊？买咩东西哈？生活用品很好。OK。小孩子自己要用，爱用什么就给他们用嘛。过来到台东县金峰乡，乡民同款欢喜算钱，拢总有935个人申请，还有妈妈替厝里的人领，一个领就是8包，拢总48000。这我儿子的、我女儿的，还有老公的，辅助家里。是啊。 政府破发6000块现金，屏东、花莲、台东为乡镇扣内政部内则是偏乡，所以透过派出所来发现金，即马有影看到嘛领到啊，互大家是欢喜甲噗噗跳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